围炉时阵，你是不是有迄少年朋友常常去问讲，啊，你当时要结婚啊？啊，已经结婚啊？啊，你当时要生囝啊？对不？啊，已经生囝讲，啊，你当时要买厝啊？那已经买厝讲，啊，你当时要离婚啊？吼，其实我感情路吼嘛是有爱情的创伤啦，吼，我这爱情的创伤就是我上尾一道吼，咧谈恋爱的时阵，我就是摆在迄个情人节，我要食暗顿的时阵吼，我甲火传好哦，嘛西餐嘛订好哦，啊，伊爱卡棒嘛买好哦。啊，生气呢！我讲来，亲爱的，这是我传好的花要互你。伊讲哈，那是叫花啦，哪有人情人节送叫花？我讲啊，我就工课做了，就存这啊，你就蒙体嘛。无爱啦，而且你讲你要请我吃西餐，这是啥物西餐？素肉。素面、素鱼，这是啥物西餐啊？你唔知？这西方叫路餐啊！这原来嘛是西方的食物啊！这叫做西餐啊！哈，我无要甲你做伙啊啦！我唔来分手，咱切切啦！啊，万请是你爱卡棒，名牌卡棒，我有替你传。讲影，迄名牌卡棒，迄若订做，迄一档半档久才买有呢。嘿，免甲一档半档久，迄边哪会付起咧？迄古早师傅手中的。感谢大家，我是东边。